大家平安。咱读圣经到伫以赛亚书第15章，是这段圣经内底，互咱看到一个主题，就是上帝要毁灭摩押这个所在。为什么上帝要毁灭？通过先知来宣告毁灭的消息。我相信，咱每一个人拢真无爱听到这个无好的代志，特别伫咱做礼拜的中间，咱较期待就是通过牧师会当带来安慰、祝福、鼓励的好消息。咱无爱听毁灭，甚至上帝要带来审判这个消息。总是伫上帝信息的中间，毁灭也是伊的公义的一部分。因为伫外邦的摩押这个所在，做了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，所以上帝有缘要通过先知来宣讲毁灭的消息。我相信，这个毁灭对咱来讲是一个恐怖惊吓的代志。咱想到咱伫台湾捌经过地震，伫日本的所在有海啸、津波，互咱感受到这种的毁灭是一种的恐怖来到咱的中间。总是，这也是互咱得到警醒、惊吓伫上帝面前。上帝既然是全能的，伊会当带来恩典、祝福伫人的中间，伊会当伫罪恶的所在带来一种的毁灭性伫摩押的所在。求上帝怜悯，保守咱台湾这个国家。咱无爱上帝毁灭伫咱的中间，爱互咱台湾的人民搁一摆伫上帝面前得到伊的疼、伊的祝福满满，互咱领受对上帝来的恩典伫咱的中间，拄起上帝毁灭，拄起人的罪，伫上帝内底有恩典、有阻碍、有祝福。